F 主唱。主唱婷婷呢，她天生就很喜欢唱歌，声音很响亮。那她常常会翻唱不同的经典歌曲，给大家带来不同的风味跟精神。今天第一首她要表演的是《爱你》，而这首歌呢是她第一次对外又唱又跳，请大家尖叫加掌声给她鼓励一下，谢谢。为大家带来王心凌的《爱你》，祝福大家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如果你突然打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把手机吵醒，按到心为我关心，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？很想相信，却又忍不住怀疑，在你的心里，我是否就是唯一？爱就是有我常伴着你，后背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活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我把爱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希望在你的备忘里胡闹，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，在那头电话的信号，贴在手机上的你微笑，常常想我说的话，你是否听得进去？很想生气，却又止不住笑意。在我的心里，你真的就是唯一，爱就是有我常伴着你。后背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活着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我把爱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一天多一点，慢慢的累积，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。后背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活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我把爱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后背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活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我把爱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，多一点才会慢慢发现，因为你让我心甘情愿。哇，掌声鼓励，真的是太精彩了！谢谢婷婷的演出，真的又唱又跳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我在这边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 QR code， 有看到了吗？记得扫一下哦，扫一下你还可以获得彩券抽奖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同学们，他们后面都有 QR code， 记得 support 一下婷婷他们的乐团，然后也可以订阅他们的新的歌曲。好，那听说你这一周每天练了三小时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因为我本身真的是肢体非常不协调，就是刚刚那几个动作，我真的每一天都至少练了4个小时，然后连睡觉都在想说，我脚要怎么摆，我脚要怎么动。
因为我觉得无论刚刚跳有没有到点，但是就会觉得很希望把这样的欢乐带给大家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哇，谢谢婷婷。那接下来听说你还有2首歌曲，我们现在来听下一首《小幸运》。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。
实我们很希望把很多好听的歌曲、经典的歌曲，用不同的心意唱出来，用更温暖的心意，用祝福大家的心意唱出来。所以同样唱听到小幸运，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难过，会觉得伤心，但是我们希望用更开心的心情，然后送祝福给大家，因为音乐是最容易感染大家的，传递这种温暖的感觉。So hope everyone get your song with bless and warm。好，那我们来接下来下一首歌曲《喜欢你》。喜欢你，借我你的外衣，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。喜欢你，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。喜欢你。唱歌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记得要订阅。
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参加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就是如果扫我们的 QR code，然后订阅的话，我们就会免费送大家一张蛇年专属的，请看这位美丽的小姐，对，就是刮刮乐最高有880块的奖金哦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我是婷婷，好，大下次家记得订阅见。